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侯牧师。今天6月5号在家会族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他住在痛悔和谦卑的人当中。今天的经文要读以赛亚书56章第9节到57章的21节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：我是至高无上、神圣的上帝，我住在至高神圣的地方，但也住在痛悔和谦卑的人当中。我使谦卑的人恢复信心，使痛悔的人获得希望。以赛亚书57章15节。56章后半段到57章主要在提醒这些领袖们，他们没有看顾百姓，提醒百姓，只自顾自己的，他们吃喝玩乐，导致最后百姓他们被俘虏。也提醒说，如果我们抓住这样的盼望，我们可以躲避将来的祸患。先知也提醒以色列人，他们在宗教上的堕落，他们希望靠着自己的方式来得到自己的利益，但是最终是毫无意义。先知也安慰这些愿意悔改的人，提醒他们有让他们痛悔归回的居所。先知在这段的经文斥责两种人。第一种人是百姓的领袖，他们被称为看守的人或者是牧羊人，职责就是要将上帝的启示和他的心意传达给百姓，教导或警戒他们行走在正途上面。可惜呢，这些的领袖失责，他们贪饮贪食，懒惰自私。第二种人就是拜偶像的人，其中他们有拜摩洛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儿女活活烧死献为祭。有人拜巴力，其实在他们生活当中是行这些淫乱的仪式，所以这些祭祀对他们来讲都毫无意义。先知以堕落的妇女来象征以色列百姓他们信仰上的堕落，表达出上帝对以色列堕落的憎恶。启示审判必定会发生，所以人应该要按照真理善用自己对上帝的这样的热情，结出美好的果子，不要拜错了，不要因为不认识或者是无视真理，随心所欲，以至于是不是把自己成为被咒诅的对象。以色列这些百姓他们拜偶像的举动，并非只是单纯的膜拜偶像的行为，其实在于这样的一个膜拜的仪式当中，充满许多淫乱的行为。那这样导致整个道德整个社会全面的堕落。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就责备这些拒绝悔改的人，但是对那一些愿意悔改的人，他就宣告上帝的安慰。虽然百姓因为背叛上帝而受审判，如今上帝为了要给他们一个新的时代，赦免他们，医治他们的伤痕，所以透过先知来公布他所要给他们的和平。以赛亚描述上帝本质的柔美之后，提到他的恩慈作为。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他也与这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在。上帝要将自己的住处一切的能力资源提供给这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，他也要将这些人的需要
带到他的居所。上帝要与这些痛悔谦卑的人同住，是为了要使他们能够灵魂苏醒，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是否只注重自己的快乐和利益，像那一些百姓的领袖，而忽略了我们身边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的需要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慈爱怜悯人的神，你不是高高在上，你是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在，使人在黑暗绝望当中有盼望。你是给我们有怜悯的心肠，求你的光光照我们，能够帮助那些心灵痛悔的人，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，可以得着安慰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喜乐，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。我们下次再见。